睇緊片嘅你哋，記得點讚、分享同訂閱啊，多謝晒！我哋離開矮寨風景區，準備出發去最後一個景點——鳳凰古城。喺搭車途中，我冇瞓到覺，只係諗緊吉首同矮寨呢兩個景點，比起張家界，點解咁少遊人呢？喺 AI 嘅年代，梗係問 DeepSeek 啦，佢就咁樣回答。張家界景區作為中國首個國家森林公園同世界自然遺產，喺2023年全年接待咗2650萬人次嘅遊客。張家界係綜合性嘅自然遺產景區，適合深度遊。佢附近有國際機場、高鐵站，配套成熟。另外，張家界長期投入國際營銷，包括海外廣告、影視合作等等。喺寨景區方面，佢喺2023年接待咗4000萬人次嘅遊客，主要以橋梁工程同埋苗族文化為亮點，以短途遊為主。矮寨依賴公路連接，更適合自駕遊或者跟團。冇咩國際知名度嘅矮寨，近年靠短視頻慢慢走紅。喺遊覽過吉首同埋矮寨之後，我個人覺得，佢哋作為芙蓉鎮同鳳凰古城嘅中途站，係好值得逗留參觀嘅。碌下手機，睇下風景，唔經唔覺就嚟到鳳凰古城。第一站嚟到今晚入住嘅酒店。酒店名一共有16個字，叫鳳凰鳳仙景溫德姆至尊豪庭溫泉酒店。聽個名真係唔打得都睇得。酒店大堂都有啲睇頭。去到房間，有2張大床、電視、寫字台，仲有個大露台，景觀都好開揚。個淋浴間嘅地方都好大。仲有浴缸添，套茶具都好靚喎。話明係溫泉酒店，梗係要睇下個溫泉啦。唔好意思，溫泉裏面梗係唔影得啦。之後去鳳凰古城，首先嚟到虹橋。喺虹橋望出去都有啲味，係古樸味。穿過虹橋就好似穿過時光隧道。轉眼間就嚟到萬聖節，呢度係食晚飯嘅地方，睇落今餐都係好正宗嘅當地菜。雖然唔知佢哋啲名堂係乜嘢，但係用嚟裝菜式嘅器皿都好特別。呢個好似洗腳嘅木桶，裏面原來係魚泥。呢個好似係肉丸加湯圓。食完飯又行過，嚟到朱鎔基提名嘅鳳凰城牌匾。聽導遊講，呢個係朱鎔基唯一提名嘅景點。跟住參觀沈從文故居，佢係邊城嘅作者，曾經獲得2次諾貝爾獎提名。
於1902年出生於蒙古城。喺沈從文故居出嚟嘅時候，鳳凰古城都開始亮燈。呢個係鳳凰古城嘅一個廣場，一個好大嘅廣場。廣場除咗有鳳凰之外，仲有好多人跳廣場舞。呢度有一班，嗰度又有一班，呢度有一班，真係總有一班係左緊。之後去咗沱江觀賞夜景同船仔。船仔今晚就唔坐啦，留返聽日坐。嚟到最後一日，喺酒店食早餐嘅環境都唔錯。食完早餐就走出去行下。酒店出面有一大片草地。喺草地望出去，下面就係古城啦。行過城牆，就嚟到北門碼頭。前面一嚿嚿嘅岩墩叫做跳岩，始建於康熙年間，舊時係主要通道之一。而家變咗鳳凰古城嘅主要景點。呢座就係雪橋，又叫做風雨雪橋。佢係仿古建築，同鳳凰古城嘅整體風格好協調。分咗上下兩層嘅係通道，又係觀景平台。跟住坐船遊沱江。沱江係鳳凰古城嘅母親河。穿過成日經過嘅虹橋。可以見到有100年歷史嘅土家吊腳樓。呢座係萬明塔。唔經唔覺，20分鐘嘅船程已經去到尾聲，真係一個愉快嘅體驗。行程嘅最後一站嚟到翠翠街。呢度除咗可以食嘢、飲嘢，仲可以買嘢。呢間有咁多人嘅店鋪係咪牛骨梳？一把梳由幾百蚊到萬幾蚊都有。
把梳仲可以刻字添。去埋個茅廁就去食最後的午餐。跟住搭高鐵返香港。鳳凰古城呢個站都好大，同好多人。由於係中途站同埋人太多嘅關係，我件行李只可以放喺呢度。